你係唔係覺得派傳單又浪費時間又冇效果？傳單設計平平無奇，完全吸引唔到目標客戶嘅注意，派發過程混亂又無章法，結果仲係唔理想。唔使擔心，派傳單技巧從設計到分發嘅高效傳單完整指南，絕對幫到你。呢本指南係專為你而設，教你從零開始點樣設計一張真係會吸引人嘅傳單，完美捕捉目標客戶嘅眼球。仲有多種實用嘅派發策略，教你點樣用最少時間同精力做到最有效嘅宣傳效果。傳單唔係淨係印得靚就夠，派得有方法先係王道。我哋嘅指南仲會同你分享點樣優化派發過程，避開常見嘅雷區，做到有條有理，事半功倍。學識咗呢啲技巧嘅你，派傳單再唔係心理負擔，而係一個揾到潛在客戶嘅強力工具。仲猶豫乜鬼啊？即刻購買派傳單技巧從設計到分發嘅高效傳單完整指南，提升你嘅宣傳效率，贏得更多目標客戶嘅關注。你嘅時間係寶貴嘅，唔好再浪費喺無效嘅方法上，即刻行動啦！